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炒美食哦，来看看炒饭。炒饭不仅要粒粒分明，最好还能有大火快炒出来的锅香气。新兴区有间炒饭，店内主食和各式炒饭都可以自由搭配，招牌的炸排骨黄金蛋炒饭更成为饕客必点的品项。铁锅在火炉上快速翻炒，炙热的火焰窜出锅边，米粒在高温下被炒得粒粒分明，热气中夹带着蛋香扑鼻而来。这份炸排骨黄金蛋炒饭可是店内的人气王，让不少客人一到店里就指名品尝。蛮常来的，就一个礼拜来2次这样子。那个番茄蛋炒饭，觉得它第一分量够啊，第二就是炒饭就是粒粒分明啊，蛮香的这样子啊。番茄炒饭酸酸甜甜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客制化，没有限制说，外面可能是会有肉丝蛋炒饭啊、虾仁蛋炒饭都帮你配好了。那我们是你喜欢什么口味，那你要加什么肉，你自己去加，这样子分开选择。金黄色炒饭油量饱满，蛋香包裹着每一颗米粒，松香不腻，让人食指大动。而上方外皮酥脆、色泽诱人的炸排骨，肉质扎实多汁，咸香中带有甘甜口感，层次丰富的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我很推荐黄金蛋炒饭跟我们的排骨，我们的排骨是我们店里所有的肉都是叫生鲜肉，回来自己切自己腌的，对，啊，排骨也是都腌制过，对，啊，黄金的话它是属于就是说比较清淡，可是它就是它比较考验技术啦，它是把蛋黄液跟饭裹在一起炒。对，大火快炒才会炒出它的那个香味。我们家的炒饭就是一定是粒粒分明的，它跟不会是湿润的那一种。我就是偏向都是做这种粒粒分明的。配客制化搭配的炒饭店，从锅气十足的现炒画面到充斥嘴里的层层香气，不止满足味蕾，更成为了饕客们心中难以取代的经典滋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山杯鸡客家小炒，是许多人聚餐小酌必点的下酒菜，但原本应该要出现在餐桌上的料理，现在也出现在面包里面哦。台南市亚洲餐旅学校师生发挥巧思，特别将台菜料理融入西点面包中，相当有特色。有在旁边闻到香味，那个鱿鱼跟香菇的香气。亚洲餐旅学生黄凯云熟练地将香菇、干鱿鱼、豆干、芹菜依序下锅翻炒，看似是在料理中菜，但其实是在准备西点面包的内馅。客家小炒口味的面包，你吃过吗？原来这是为了参赛，亚餐师生经过脑力激荡后所想出的创意结合，而且不光只是创意，其中也包含了惜食爱物的原因。阿公家会有很多剩余或者是多的食材，但不是因为不好看不能吃，所以想要结合这些食材，然后启发了然后有比赛这一次机会，然后想要加入到其中。你这次是用哪几个那个产品参赛？有客家小炒的吐司，然后那个三杯鸡的甜面包，然后还有一个红咖喱的咸派，还有木瓜洛神的甜派。因为不想浪费阿公辛劳栽种的心血收成，黄凯云便向学校老师请教讨论，经过一次次实作调整，成功将阿公的作物料理成三杯鸡、客家小炒等经典台菜，将这份亲情与习食观念包进了面包里。阿公先拿一些食材给你用嘛，对不对？然后你现在会把它你会拿回家去跟家人分享吗？他们的反馈大概是怎么样？就拿回家，他们很高兴，因为这些食材不会丢进厨余桶里面，还可以再利用一次。凯云这边拿了很多阿公家带来的东西，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再利用的部分哦，那我们也是搭一些 SDG 里面我们永续的部分，就是食材不浪费。对，那怎么样让这些食材再利用？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去了解它食材的特性，那什么跟什么加起来它的风味会比较好。那其实在这个组合之前，我们已经试过了很多种。对，那其实他们也一直尝试，也一直在吃到其实他们也有一点害怕啦，坦白讲。可是到后来他们也一直坚持下去。对，那到后来他们其实也研发出他们自己创意的风味。
从1956年创校至今，亚洲餐旅培育出许多餐饮业界人才。校长林世泽表示，学校一向鼓励学生勇于参赛，也尽所能提供资源，帮助学生争取荣誉。学校一向都很鼓励我们的学生参加各式的比赛。那这次我们参加台南在地的昆山杯，那最远我们曾经也让我们的学生到了菲律宾比赛，那甚至到台东参加比赛。那学校这边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在不管是材料费的比赛的时候啊，最需要就是材料费。那我们提供材料啊，让学生可以做练习。那也很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总是在上课时间之外啊，下课之后也愿意留下来，那陪着同学一起做练习。那所以我们在这几年都能够有在餐饮的比赛都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经过2年扎实的学习，黄凯云对于各种西点全都驾轻就熟，难不倒他。现在的他对于参赛以及料理更有想法与热情，未来也规划出国挑战国际赛，让家乡的好味道四海飘香。亚洲餐旅欢迎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OK， 好，谢谢。同样也是美食哦，要带你来看隐身在板桥黄石市场内的金珠 Bagel 店，提供10多种不同口味的 Bagel， 各个硕大饱满，香味扑鼻。历经5年新开幕的黄石市场，里面除了传统市场外，也有许多年轻餐饮摊位进驻。穿越人声鼎沸的黄石市场，在一排传统摊位之间，有一间低调却香气四溢的金珠 Bagel 店，悄然成为在地人的美食口袋名单。店里面贩售的口味从蓝莓、草莓乳酪到红茶奶酥，多种不同口味的 Bagel 香味扑鼻，也吸引不少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老板就说，希望他们制作的 Bagel 能让全年龄的民众能安心享用，无论是面团或者是内馅，都是精心挑选，无添加香精、色素、香料，让顾客吃得更健康。重点是口感走软中带 Q， 让不到1岁的婴幼儿也有机会品尝到 Bagel 的美味。我们是来自新北土城的 Bagel 专卖店，那我们呢就是一直希望 Bagel 是可以就是适合全年龄层都可以享用的，所以我们的 Bagel 是走软中带 Q 的路线。就是我们最小的客人啊有8个月，然后甚至到80岁的长辈都有，就是希望是可以做到适合全年龄层都可以健康享用的 Bagel。那我们 Bagel 好吃的关键跟秘诀也是，就是我们是低温长时间发酵的方法，所以我们的 Bagel 比较没办法像就是马上说，今天我想要临时增加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 Bagel 都需要好好的就是在冷藏里面好好睡一觉，才可以烤出来，才会有这么好吃的 Bagel。店里面的热门人气 Bagel， 除了招牌金珠 Bagel 外，草莓乳酪也颇受孩子们的喜欢。招牌金珠。它这个猪鼻子的造型，因为里面馅料很多，有培根、乳酪丁跟起司，那吃起来咸香又有饱足感。最受欢迎的口味有这个草莓乳酪，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呢，渐渐的走向就是亲子所喜爱的 Bagel 店，因为我们店里很多就是小朋友都会特地来就是买这个口味，里面就是用大湖草莓跟 cream cheese 混合成的馅料，然后酸酸甜甜的，小朋友很喜欢。金珠 Bagel 的由来，除了 Bagel 造型外，更重要的是一份与家人间的羁绊。首次公开我们店名的缘由，就是呢，为什么叫金珠呢？其实主要是取自于我父亲他名字的台语谐音。我爸爸他叫做金池，那从小都听到长辈都会叫他金迪金迪，我都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大家要叫我爸叫金珠。所以我们长大之后，有这个机会开了店，我们就叫金珠 Bagel。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土城找我们，或是板桥这边新开幕的市场，也很欢迎大家来这边。黄石市场内原本以传统熟食、水果摊为主，金珠 Bagel 店的出现，除了替市场注入年轻创意外，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回流，成为传统与创新交汇的美味据点。如果你也想一尝手工 Bagel 的温度与扎实，不妨下次走访黄石市场时，拐个弯来找找这家藏在巷弄里的金色好滋味。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
知名餐饮集团旗下的主题餐酒馆，以丰富大分量的异国料理，邀请民众用美食来环游世界。从东南亚的酸辣火山排骨，到地中海的巨无霸海鲜饭，再到日式稻草烧生鱼片船，欢庆开业10年的精彩。无论是泰式酸辣火山排骨、菲律宾烤乳猪，还是整只美式烤火鸡，超巨大的西班牙海鲜饭与浮夸稻草烧生鱼片船，各式各样异国料理，分量惊人，风味道地，特别适合一群好友聚餐共享，拍照打卡也超吸睛，用美食就能环游世界。我们一直都有很特别的聚餐类型的大菜，那包含像那个有直径80公分的西班牙海鲜饭，然后我们还有那个超巨无霸的火山排骨、烤肉，还有美式的烤肉盘，然后包含战斧啊，然后整副的热排。那这些大菜呢，其实一直都是在我们的各品牌里面的常驻菜单。那当然，10周年这个时候呢，想要特别展示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欢迎大家聚餐的时候都能够来我们这边，然后去点这些大分量菜，然后去分享。然后让更多人，然后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美味，这样子。那你来 ABV 所有的系列，所有这8个品牌，你等于是环游世界一圈。迎接10周年，餐酒馆推出多项专属活动，包含寿星优惠、来电惊喜转盘、赖好友专属好礼等。不论是新旧顾客，只要到店里用餐，都有机会享有多重好康，让这个夏天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以现场活动部分啊，我们现在整个只要生日是7月，好，整个7月呢，寿星啊，都来我们店里面可以有9折的优惠。那以及身份证如果同时有7又有3的话，那我们只要消费那一样就可以有指定的啤酒，然后免费送给你。那以及现场啊，我们还有轮盘的活动。那也就是说，当你用餐完然后结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转轮盘看你的运气，你可以抽到73折、85折、95折，甚至还有我们的周边啊、开笔记等这些礼物。那其实这些的优惠呢，像刚刚讲的寿星的9折优惠，然后跟身份证的话，其实是可以同时并用的。那当然现在啊，我们 ABV 要做一个全台募集 ABV 好友的计划，那我们邀请大家呢加入我们 ABV 的赖好友。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首先获得8张8个品牌的料理的免费的兑换券。那其实这个料理的兑换券，你也可以跟寿星的优惠，然后同时并用。从南洋到欧洲，从美洲到日韩，这家精酿餐酒馆用8大主题品牌串起世界美味版图。10年来坚持复刻道地料理，让台湾饕客不用出国也能品尝全球风味，享受美食的餐桌旅行。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科梦波丹沙滩派对再度到大武仑沙滩举办，整个沙滩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在基隆市政府、北关处等多单位的协办下，吸引了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一起来认识基隆，带动地方商机。内寮里里长好。拍谁来里长，今麦叫跨丢力哦，欢迎里长莅临。很早就来进摊准备了哦，很早就来进摊准备了。哎呦，里长辛苦啊，辛苦啊！因为里长呢，这么早来进摊准备，我们才有这么棒的沙滩可以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对不对？第2度来到大武仑沙滩举办的科梦波丹沙滩派对，吸引了上千人潮来到现场，享受阳光与沙滩，还有多样的美食。对于基隆的知名度跟商机带来许多注意，因为是在地居民，然后想说每年都想要参与这样子的盛事，对，然后卖自家自产的小卷，对，让在地的居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味。现熬的，每天都会这样进货，生蚝这样都很新鲜的，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带动一些景点知名度，对于就是可能地方的这些摊贩很有帮助这样。副市长邱佩玲跟北关处处长陈玉川及市府产发处长蔡富宁、民政处长吕庆伟、安乐区长汪海从跟内寮里里长严福神都共同来到现场，欢迎各地的游客。那更感恩的是，我们内寮里的里长从前天开始就在地上捡木头，希望打造一个很漂亮的环境，让每个人爱上基隆。那我从刚才的小酒到现在的饮料，还有带来的香肠跟牡蛎，都是基隆在地的。很希望用这个机会，让基隆更多人的美食可以大家都知道。大家来基隆，这么漂亮的这个沙滩创造起来，基隆市把它维持得非常好。那我们是观光单位嘛，我们就尽量卖我们的大武仑、外木山等等的，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在地的店家
跟基隆的这个观光，能够随着这个珍珠的这个亮点，带动周边的这个效益。第一年的口碑非常好，那不仅是吸引了外界的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在地的参与哈。那除了我们这次割墨波丹的这个精心安排的这些规划的摊商市集之外，还有表演，那我们在地的商家也加入这个阵容哈，让我们的服务可以更在地、更到位。那也除了我们自己基隆人知道这个海滩很美之外，也可以让我们的外地的台北啊、大台北地区，甚至全台湾的这个观光客都可以来基隆享受我们的阳光沙滩还有美食。谢谢启经市政府啦，跟北关跟有关单位来帮我们，也是我们有进滩啦，因为环境很不好。我稍微2-3天前也就来进滩了。就真的，到市政府帮我们付出很多，所以基隆市沙滩剩下只有这个沙滩，所以我们爱好好保护。谢谢有关单位，谢谢哦。活动现场吸引满满的人潮，透过公私协力，共同来行销基隆的景点，带动基隆的商机，可说是一个双赢模式。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板桥黄石市场改建案，历经5年，新的黄石市场终于落成启用。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指出，黄石市场是板桥人从小到大的记忆，期盼未来这里能成为板桥的新地标。2、1，请启动！黄石市场改建5年，于今天举行开幕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参加开幕活动，按下启动开关，象征这座市场重获新生。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黄石市场自民国59年设立至今，是板桥人从小到大的记忆。市府自109年启动改建工程，历时5年新建，希望能打造出板桥新地标。板桥黄石市场在林家花园的旁边。也是我们早期最传统市场的发源地，历经50年，大家期待有一个新的多目标复合性的商场，也能够保留有传统市场的味道。所以我上任以来，就针对我们新北市的市场，已经改建9座，改造13座市场。这当中黄石市场也历经5年，总算在今天开幕了。新北市长后也指出，新市场除了保留传统市场机能，也结合旅馆、医疗、社福及餐饮多元设施，期盼这里未来不只是一座市场，更能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生活中心。市府会持续与大家一起努力，打造更好的市场环境。那这里面不但有传统市场，也有百货、医疗、社福，更重要有活动中心，一起让我们的市民有一个享用美食以及活动医疗的好地方。那未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新北市板桥的府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美食、商场，还有很多市民活动的好地方。大家一起来好好的看我们从改建的市场崭新不一样的面貌。新北市经济发展局表示，过去旧的黄石市场为地上2层老旧建筑，为提升结构安全及购物环境品质，市府自109年启动改建工程，历时5年，新建完成地上9层、地下3层的多目标复合式市场大楼，期盼创造一个让市民购物更安心、摊商经营更稳定的环境。也欢迎大家有空就来这里走走，享受逛街、吃美食的乐趣。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楠梓园区国道1号联络道，经过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都市计划变更，预计动工。由于这个联络道在高南公路1003巷与未来的园区东路都有匝道口，就有议员认为可以强化左营楠梓交通路网，疏解顶金交流道的车潮。台积电 P1 及 P2 厂预计在民国115年底试产营运。高雄市政府周边道路交通规划也不断进行中。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日前正式通过楠梓园区国道1号联络道都市计划变更作业，接续将进行土地征收，推进国道工程。利用那个
公有土地，亦或是公营土地。那所以这一次的土地其实原则上大部分都是属于台糖或中油的土地，那有少部分的私人土地。那这些土地原则上现在在都市计划使用分区的分布，大概都是农业区、保护区，亦或是道路用地。所以原则上，我们希望能够在影响民众最小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案子的变更。那未来我们都需要变更完成，好，公告发布实施之后，后续就是我们市府来会帮忙做，就是未来土地的一个征收的作业。这一次合计变更的土地面积有5.83公顷，接续将由高工局施作匝道衔接工程，由高雄市政府新工处代办联络到新建工程。若一切顺利，预计今年年底动工。整工程经费大概是155.91亿元。好，那预计希望是今年底，好，看能不能开始发包动工。那原则上目标是希望117年底能够完工。由于联络道在高南公路1003巷以及未来的园区东路都有上下匝道口，市议员陈善慧认为有助于疏解顶金交流道车潮，也能便利北左营及南子区的交通。可以疏解那个国道1国道要往南的方向那个往左营的方向就不用在那个顶金那边那个龙总那边就出去了，就可以从那边可以先出来。可以缓解一些交通，而且很现上班的人也方便。那个左营旧部落要往南的地方，也可以从那边出来。而且他那边还要厂区南路跟厂区北路都会路系的都会贯通的确是帮助很大。台积电设厂使得周边房价物价飙涨，但也推进周边交通各项规划，让左营南子公共建设更加成熟。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国发会7月9号审查通过高雄到屏东间的东西向第2条快速公路的建设计划，最快将在121年完工。民众期待已久的高屏2快终于通过国发会审查，有望在明年开始动工，最快将于民国121年完成通车，可有效缓解台1线及台88线拥挤车流，届时屏东市到左营高铁站用时将压缩至24分钟，大大提升运输效率。那高屏2快对于那个高雄市这边的路廊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高屏间目前只有一个就是省道这样的一个路廊那所以高屏2快还有我们的台88啦那当然有高屏2快的话，对于高屏间这个交通有很大的疏解的效果。那昨天就是7月9号那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国发会已经审查了我们高屏2快建设计划，并且审查通过那地方政府这边对于匝道周边相关的土地征收，还有相关的与在地的这些道路之间的规划，还有衔接的部分，我们都会积极来做处理。那也希望那个中央包含交通部公路局呢，也能够加速这样的一个建设，那期待能够早日完工。高屏2快为衔接国道3号、国道7号与国道1号之间的关键路廊，全长22.6公里，起点划设于高雄左营高铁路，而终点则是衔接屏东县国道3号九如长治路段，沿线设有8处交流道，建设总经费约为984亿元，而地方议员也提出建议。对于我来讲是乐观其成，嘛是对于俺高雄市跟屏东这交通的快速的连接，互两县市的民众方便啦重点就是讲来到阮林武这个，我知影有一个交流道，落来咱的公路局伫这个设计当中一定要考量到，来到林武的平面道路一定要注意这块啦。规划路线嘛要经过林武的所在，尽量闪到避免干扰到民众。伊个高架经过上好是迄个住宅区有一地仔距离安尼，避免迄个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高雄市政府表示，高屏2快对南部半导体 S 廊带产业动线及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运输作业有重要意义，后续将在地方沟通与用地取得以及都市计划变更等方面和中央密切合作，加速工作进程。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众所瞩目的国道7号高雄段预计明年动工，2030年通车，将缓解国道1号、国道10号、台88线交通流量。不过，其中仁武交流道未来将会与高屏2快、国7、国10交汇，可能会成为全台最复杂的系统交流道。地方就建议高工局要及早做好规划。
众所瞩目的国道7号高雄段预计明年动工，2023年通车。路线起点自仁武区，衔接国道10号后往南至林园等区，将缓解国道1号、国道10号、台88线交通流量。不过，其中仁武交流道未来将有高屏2块、国7、国10交汇，可能成为全台最复杂的系统交流道。地方担心将来交通会拥塞，建议高工局及早做好规划指示。在仁武衔接国道10号，甚至未来的屏东到高雄的第2条快速道路，这个系统的复杂度远比现在的顶进系统还要来得复杂，所以当地民众还有一些关心这个建设的朋友们非常的担心，说这个相关的交流道匝道完成之后，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交通的烦乱？我想这部分也提醒主办单位、施工单位应该要更积极的来研商，然后在相关的这一些标示、标线，甚至在用路人的事先的宣导这上面，可能要投入加倍的精神来做相关的说明。那在施工前呢，在地方的民众也提出非常多不同的意见跟建议那也期待施工单位能够有更多的讨论跟沟通的机会。仁武人口一直在成长。预计这个月呢，应该会突破10万的这个人口数，加上我们仁武产业园区，还有台积电的效应，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在地方来讲，我们是乐观其成。那么将来，那么有很多这个交流道在仁武这个系统这边呢，可预见的确实会造成塞车的情况。那么个人是建议将来国10在那边在大社要新建一个交流道，这样子可以疏解这个仁武这个系统这边的拥塞。实际来到城关路未来国7交流道预定地，车流量已相当大。地方除了希望能尽早施工，更建议在国1南科至燕巢段增设引流，降低顶金系统未来更大的车流压力。国道7号早做早好啦，因为那个大车跟小车分开，而且会比较行车比较安全。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国7的交流道，在城关路一段这边，那么前面呢也有国10的交流道，交流道的旁边就是仁武产业园区，一定要做一个适度的分流，才不会做交通的拥塞。它现在的设计当然先天上有不足伊进来引流爱对迄个拍电机系统来嘛，对不？这样是唔对的，标准爱伫公山。南科的所在就引流来班车、轿车、什么车拢是对电子系统来，电子系统来了，搁坐落转来，对国7坐来仁武交流道来国7。伫这个南科这个所在，这间桥墩已经做好拢设计好这条甲燕巢这条非常重要的引流，卖互北部的车搁入来遮，入来公山南仔坑电子系统。卖个底下搭车。总经费1357亿，国道7号仁武系统交流道将由3条高快速公路交汇，让原本交通系统复杂程度往上提升，很可能成为车流瓶颈。虽然传出解决方式还包含拓宽国1和国7北延2种，但地方还是期待高工局能先做好规划指示，让用路人都能清楚行走路径，提早做准备。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接下来由带你来看有高雄小天母之称的河堤社区，近年的新建案快速增加，停车需求也日益吃紧。当地的里长就建议活化市府的用地，设立多功能的立体停车空间，让停车兼顾景观，也为未来人口成长提前布局。停车场的四周都是高楼住宅，这里是有着高雄小天母之称的河堤社区。虽然平日上午时段还要留有许多空位，但根据当地住户表示，等到傍晚下班时段，停车压力就会明显剧增。可以看到前方还有许多新大楼准备竣工，未来车位需求恐怕只会越来越吃紧。因为地点好就是附近有大乐、全联什么都在这附近，所以这附近的交通很方便。但是停车没有地方停。时代在变迁，这个大楼林立我们社区这边大楼很多，最近又盖了4、5栋大楼，就在这个旁边而已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相对的可以想得到，这个停车问题一定会面临到很多问题。
对此，当地里长提出解方，名人路旁边这块平面停车场是市府所有地，可以活化利用新设立体或是地下停车场。因为不只是住宅越盖越多，后续还有国税局大楼以及社会住宅即将进驻，希望市府相关局处能够超前部署，为未来需求做好配套。这个如果是挖地下室最好。地下室最好可以，因为我们社区也缺少一个类似日照，现在目前都还是不够的啦哈。还有这个休闲退休人员休闲年纪大的一个课程的开班都不够，所以这边也可以顺便可以做这种规划。当然地下室如果是开发成本高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地上，因为大楼的话，它的本来预定的停车场就是固定的而已，所以不会多出来很多。那必须要公共设施上要增加。不过也有民众担心，随意设置停车设施恐怕会影响社区景观。如果能够以多功能方式设计，结合绿意空间以及社区意象，甚至有机会成为社区的特色地标。里长也建议，未来可以召开地方说明会，让居民一同来讨论最适合的规划方式。那地上你如果地下2层，地上1层或1层半的话，我是建议说，在这个标的物地上。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有可看性，可以供民众各个地方来的到我们河堤社区专程来打卡的一个地方。这个可以请大家来讨论，是不是找一个美观的艺术家做一个有造型的停车场都可以，或者地下或者地上，它1、2楼也不会造成这个社区的美观造成影响。面对即将到来的停车压力，眼前这块市府土地既是社区车位的潜力点，也可以成为地方的新亮点。如何在实用与美观取得平衡，还有赖后续市府与居民共同思考，一起规划。记者传军高雄报道。劳动部长洪申翰针对高温假的议题表示，现阶段还是采取分众保护劳工的措施。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指出，有将近50%的劳工赞成不分工作形态，一律放高温假，有44%则认为应该要区分工作形态再进行放假。除了台风天候不佳外，近期全台湾各地饱受高温所苦，双北飙破39度，刷新今年最热纪录。劳工朋友出门上班辛苦，人力银行邀请烈阳下或大雨天工作的个案分享工作经验。之前就是在一个活动，它是户外的一个活动的现场。那我们其实在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至少要站8到10或到12个小时以上。那刚好被分配到的位置呢，是属于接待，还有一些出入口的部分。那个时候就是发现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其实我们当时是有限制，是不能戴帽子的，然后也不能有其他的一些防晒小物，所以那时候其实站在差不多快中午的时候，就人有点不太舒服。那当时我们只能在用手机的部分只能公务联络，我就紧急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来替换一下？毕竟已经站了差不多要4个小时多了，那是不是到了餐点可以用餐的？他说现在大家都很忙，请大家要共体时间，那你再稍等一下。然后我就一直等到我就觉得气温越来越骤增，然后开始人的头开始发晕，然后嘴唇开始发白，是别的工作人员发现我不太对劲，然后赶快去回报说，是不是要找人轮替他一下？他们说没有关系，那请他多喝水就好，因为人力很吃紧。然后呢，到了下午大概2、3点的时候，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我就靠着墙壁又坐了下来，我又传一个简讯说不好意思，其实我的午餐都还没有吃。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没有早一点讲呢？对不对？怎么会这时候才说呢？都过了饭点了。然后最后我才躲到一个阴凉处去吃饭，然后发现打开以后，从菜到饭还有肉全部都是臭酸的。然后这个部分我有做回应，可是他们也没有给我后续的补偿。那后来其实因为我当时太不舒服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就是持续这样的工作太久。那工作人员有一位就是带我到附近的医院，然后去打了一个点滴。然后这个部分来说，他后续也没有做。他是说你们的部分我们是有扣保险的，我们是有扣劳保的。那当下我以为这个部分是会有一些补偿的，但也是不了了之这样子。工地保全就是其实保全业大部分都是台风天都是不能休息的，但是有些比较大一点知名的物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台风加急之类的，但是大部分比较多的是
小型的公司，它可能就是还是要出勤，就是台风天要出勤，然后甚至于可能要到现场做一些那个挡水板，就是就是会有淹水部分，可能会淹到车道里面，做这些防台前的一些预备，然后甚至于是做一些沙包啊去堆叠之类，比较不会到很难的工作。像我们工地保全比较特殊的是，我们要去就是去那个加强那个就是建材的一些基本的捆绑，就是非鹰架之类的，或是非钢筋之类的，对，就做一些基本捆绑，然后甚至于在外围就是要设立一些警告标语，就是以防一些民众啊，可能就会不小心就是会被工地的一些东西就是伤到，就是可能会有淹水的部分的问题这样子。平常在高温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比较要靠自律性啊，就是该上班还是得上班，也没有说因为天气太热或者是下大雨就可以休息这样。那像6月中的那个天气就很极端，中午的时候非常的热，那高温也都到37、38度这样，体感温度。那个时候骑车的时候也有一度热到就是头晕头痛，然后又要赶着送单，因为也不能让客人等太久，然后就是得送完，赶快送完，然后到那个便利商店休息一下这样，对，然后休息完再继续跑，然后那时候又有午后雷阵雨，所以其实就是变成会湿热闷热这样，对，然后就是得赶快穿雨衣，然后雷阵雨其实也就下不到1个小时，那个时候如果正在送单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说马上把雨衣脱掉，那全身就是汗水加雨水，对，因为雷阵雨都是大到就是其实雨衣也挡不住了，对，其实平台现在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规定，就是他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就是可能他看这个时段，外送员太少，那他就加个50块，然后或者是就是雨也是很大，或者是也是很热，但是他就觉得说可能单量跟外送员的比例差不多，那就也没加钱，对，所以其实他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说达到几度就加多少，或者是只要有下雨就有加钱这样。高温假成为讨论议题。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高达49.3%的劳工赞成部分工作形态一律放高温假，另有44%认为应区分工作形态再行放假，仅有6.6%表示反对，显示高温假在民间已经有一定的支持声浪。好，那这次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台湾每4个劳工里面呢，就有1个人的工作形态是偏户外形式的，所以在我们调查里面大概有近50%的上班族，他们是支持部分工作形态，希望都可以拥有高温假。那另外44%的劳工则是认为应该要区分工作形态来放高温假，只有6.6%的人是不赞成有高温假的。那如果要在户外工作8小时，在高温的天气之下，我们的劳工朋友平均认为日薪应该要来到3159元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日薪范围。那至于其实在劳工朋友在天气热在高温之下出勤，其实有70%的人曾经发生过头痛或是头晕的状况，有22%的人曾经因为中暑而昏倒，甚至有4%的人发生过横纹肌溶解的状况。所以他们也会希望其实雇主这边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协助，比如说弹性的工时在中午的时候是不用出勤的，然后另外呢希望可以有高温津贴，或者是可以避暑的设备设施、降温的设备设施，以及他们希望在这个高温上工的时候呢，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个弹性的安排。那至于在台风假的部分，在我们的了解里面大概有6%的上班族劳工朋友曾经在台风天的时候出勤，然后呢有大概20%以上的人他们曾经因为台风天被强风吹倒而受伤，4%的人曾经因为淹水，结果呢造成他上班迟到。那平均他们认为如果要在台风天出勤的话呢，希望日薪也可以来到32000
3210元的日薪，他们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那其实，在台风天出勤我们有询问说，在公司这边是不是有给予一些什么样的协助呢？结果43%的上班族其实还蛮心酸的，没有收到任何的协助，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大概有12.2%的人会获得口头上的赞许。那如果是佛心企业有给予协助的话，通常是给予计程车资的补助，或者是出勤的时候呢，给予薪资的加成。那其实在劳基法的规定里面呢，台风假的部分，雇主是不用强制给予薪水的，所以等于说在台湾的企业里面呢，也有部分的企业在台风天确实是不会给予员工薪资，大概占了37.7%。不过呢，佛心企业还是占多数，大概53.5%的雇主，就算台风天员工没有出勤，他们还是会给予全薪。那大概8.7%的企业是给予半薪。人力银行建议政府应研拟更具体的高温工作指引，考虑立法评估高温假制度的适用条件与配套，或是修法将鼓励雇主在台风假期间给予劳工全薪改为强制性质，提升劳动安全与关怀机制，降低职灾风险与员工流失。记者翁俊台北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市环保局的垃圾车换新装喽，从原本的黄色系改漆成蓝白色系的海洋风，也画上了黑雕、NR 后及锁管等海洋生物的图案。基隆市环保局的垃圾车换新装喽，从原本黄色系改漆绘成蓝白色系海洋风，也画上黑雕、NR 后以及锁管等基隆常见鱼种的图案。另外，环保局也特地邀请著名的视障钢琴家许哲成，亲自用钢琴弹奏《垃圾车》经典旋律音乐给爱丽丝收录播放，比起原有电子版的音乐更加清脆悦耳。代表市长谢国良出席垃圾车换新装活动的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希望让市民朋友倒垃圾时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件快乐的事。知道我们市长做了一个 iVoting， 那 iVoting 上针对民众的需要做了很多调查，那其中垃圾车大家就很希望可以换一个新的颜色，所以今天换新的颜色是经过基隆市所有的市民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换装，所以我们才在这回编了预算，把我们总共有80部车子，我们预定画13部，那今天有3部在现场展示。画了蓝色是基隆海洋的风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画了很多基隆有名的鱼、欧雕、小管，还有一些其他各式各样的，让民众看到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有民众认为说，这个垃圾车本来就应该是黄色哦，那如果改成蓝色，会不会造成一个混淆？会。其实不会的，因为换颜色不是我们第一个，新竹、嘉义跟花莲都有换过，各有各式的颜色。那基隆是海洋城市，那怎么样让漂亮的海洋在大街小巷可以穿梭的走？其实那也是一个美景啊！看到我们的海洋的元素在基隆，然后大家在倒垃圾是一天最繁忙的时候，同时我常在笑，倒垃圾是跟很多人可以互相碰面的时候。那倒垃圾看到很漂亮的海洋元素的垃圾车，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的清洁队员这么热心的愿意帮大家服务，还有徐老师的很好听的音乐，我相信倒垃圾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视障钢琴家许哲成则表示，很荣幸受到环保局的邀请来弹奏垃圾车经典旋律音乐。因为平常听的都是电子音乐，比较集中，那自己弹的就会比较悠扬吗？还是什么？比较分散，把你的感情都放进去，比较分散的那种感觉，比较散开来，就是感觉上听起来比较舒服，自己都会被自己的音乐给感动了，这样子。那民众一定更感动。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许哲成听说垃圾车改漆绘成蓝白色系时，他第一个想到应该搭配的音乐是蓝色多瑙河。跟蓝色多瑙河两曲可以并用，这样。对，我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可以想要试试看。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表示，如果市民反应不错，环保局计划逐步把所有垃圾车全部换新装，但是不包括黄色系的资源回收车，因为有限制。我们这个基隆市这次的垃圾车来做全新的外观的全新升级哦，那我们会陆续
逐步的来针对我们大家印象中黄色的垃圾车的部分，把它改造成这个海洋的风格。那如果各位市民朋友体验到看到了我们的新的垃圾车以后，觉得也很不错，也欢迎给大家请大家给我们多一点的回馈。我们原则上在计划中也会逐步的将我们所有基隆的黄色的垃圾车都逐步的会这个更新为大家今天看到的这样子的海洋风格。那在回收车的部分的话，是不是因为有一些限制，所以比较不可能回收车也一开跟着变成蓝色？是在回收车的部分，因为它绝大部分是由环境部来做相关的补助，所以它在车体的相关的规范上面比较有一些规范性。但是黄色的垃圾车就没有相关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这一波，我们首先会以黄色的垃圾车为主来进行相关的改造。视障钢琴家许哲成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也希望透过触觉体会感受换装后的垃圾车。由副市长邱佩玲亲自搀扶许哲成触摸垃圾车，并且还讲解绘画的图案意义，更在环保局长马仲豪帮忙下协助许哲成坐上垃圾车的副驾驶座，让许哲成好开心。这一幕也让现场所有人都很感动。已经在开这台车，可惜无照，不然我就开车开这个垃圾车。可以随车，你可以随车没有问题，可以随车。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感谢许哲成的协助，以及所有环保局同仁们的努力，让基隆在追求整洁之外，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来自海洋和音乐所带来的温度和品味。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新北市三家国小与铁道局等单位携手举办三载脚铁道文化节，带领学生穿越时光，体验家乡的历史文化。小朋友化身售票员、车长，还能亲手体验采矿的乐趣，重温三家昔日的矿业风华。下车。穿上制服，化身售票员与列车长，新北市三家国小与铁道局等单位在三家火车站前广场举办铁道文化节，规划了4大区域，让学生们体验铁道文化，了解家乡历史。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的多元丰富，我们分成了4个区。第一个区呢，就是主舞台这边的广场区；第2区是百年车站区；第3个呢是月台区；第4个呢就是导览区。主舞台这个地方呢，我们有幼儿园他们彩绘的大地图，这个大地图小朋友可以拿着木质的火车在上面游走。那另外第2区百年车站区，百年车站区完全由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负责，他们建造了模型，利用模型第1代、第2代、第3代的车站，所以做了很多的文化介绍。那另外也做了采矿区，体验呢以前的人是多么不容易的在做煤矿的探查的采矿的工作哈，然后一些细节小朋友会提醒。那再来呢，小朋友可以买票，那这个票呢是小朋友自制的票据，利用这个车票呢，小朋友就可以去搭乘孩子们自己坐的火车。然后有小朋友呢推小朋友，2人1组呢，可以来选择自己想要搭乘的火车的车种有3只脚号有那个电汽车自强号，这些都有，小朋友可以自由的来体认，然后也体验。那同时呢，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火车站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做出来的文创品。三家地区过去是矿业重镇，铁道因此发展，三家车站也历经了3代变化，才有今天的样貌。这次的文化节让孩子们不只是从课本上学习，而是亲身体验，感受家乡历史的脉动。为什么有3家火车站呢？就是因为以前3家这边产煤，那这边产煤，以前这边3家这边产煤，那产煤的时候煤要运出去，所以才有这个3家百年车站。那这个3家百年车站是我们地方的历史文化资产，所以我们把它重新再把它整修，那现在开放给所有的一些观光客来到这边。
学生认真的讲解山城历史，有的打理票务引导乘客，还有人拿起采矿工具学习如何敲开岩面寻找矿石，感受过去矿工的生活点滴。透过我们来办理3家铁道文化节，让各界呢更能够认识我们的在地文化，了解我们的地方特色。了解了3家之后，他们呢因为从探索中，然后更认识3家，因此呢他们慢慢的就会有一个认同感，因为认同感产生了之后，慢慢就会有隶属感，因为这一份隶属感，所以呢他们会做得更好。我们也期待孩子们长大之后，就本着这样子的精神，他们勇敢去逐梦，逐梦了之后，未来就会回馈到我们这个3家里，我们这个耍咖文化节一路举办到4月2号，不但要推广山城历史、行销3家，现场也有许多环保团体摊贩进驻，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志工讲解，扎根观念。一场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玩得开心，也让地方的历史及文化得以继续传承。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